如果講起新界北區舊嘅生活痕跡，古洞街市一定係其中一個好值得被紀念嘅地方。呢度唔係大型嘅商場，亦都唔係新起嘅地標，而係一個咧承載住古洞居民日常生活嘅傳統街市。咁所以今日我就約埋我朋友阿 Will 啦，一個好專業嘅攝影師嚟到古洞呢個地方，睇下可唔可以收集到更多嘅生活紀念品。你有冇試過打雀啊？我之前，即係你都會買支大炮去影嗰啲雀仔？我哋嗰個年代咧，其實400好勁噶啦，唔知而家仲有冇人用啦？有啲叫倍焦嘅嘢，即係可能成1.4啊，而家就部機可以成1.6啦，係咪？咁嗰啲叫平玩啊嘛。咁你覺得頭先嗰個場景咧，影人像好啊，婚紗好啊，定係影風景好？可能齋風景咯。都係㗎，Wills， 有啲嘢都唔知仲有冇人用緊。不過我相信變落去一定會更加好嘅。下一站